你想象中的未来是什么样子？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还是这样子？不，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。我们的未来可以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This is my right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。这是我的宪法权利。重要是那不但是一个价值，也是你保护自己的工具。这样，这样。在未来的宪法的想象里面，能够更有文化权，能够在人权清单里面完整的路线。因为我始终相信，经济可以使国家强大，但文化可以使国家伟大。这样，也可以是这样。我们就是在亚太这边是第一线面对中国，但是我们却又不愿意服膺于中国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。我们要证明说，我们就是在亚太这个地方是可以做出很多普世价值，在我们这里可以落实。我觉得台湾的国家重生就会完全脱胎换骨。未来由我们自己书写，由我们自己定义。是时候做一回真正的自己，让台湾成为真正的台湾。